我哋點解會覺得翡翠貴？翡翠又喺邊度嚟嘅？佢到底有幾多種顏色？今日錢錢就想花啲時間同大家傾下關於翡翠起源嘅一啲乾貨。翡翠形成咧係一個好漫長複雜嘅一個過程，原石係始於億萬年前嘅地殼深處，經過好多年嘅地質變化，主要分為成礦、結晶、變質3個階段。喺成礦階段，翡翠嘅主要成分係硅酸鹽同鋁酸鹽等，喺地殼深處高溫高壓嘅作用下就聚集埋一齊，形成咗原礦。呢個階段嘅翡翠顏色就好單一啦，佢主要以灰白色為主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翡翠原礦逐漸咁向地表運動，到達結晶階段，翡翠就受到地表水同埋大氣嘅影響，逐漸結晶成為有明顯結晶結構嘅翡翠。呢個時候，翡翠嘅顏色就發生變化啦，有綠色、黃色、紅色嘅顏色出現。佢受地殼運動同埋熱液作用下咧，慢慢進入咗變質階段。呢個階段嘅翡翠顏色就更加豐富多彩啦，藍綠色、紫羅蘭色、黃綠色等多種顏色。咁點解同一塊翡翠裏邊有啲係白色，有啲係綠色呢？因為綠色嘅翡翠咧含有咗紫色元素，鐵同埋鉻就置換咗無色嘅鋁離子。呢個置換係一種大自然嘅變化。當一塊原石既有鋁元素又有鐵同埋鉻元素嘅時候，就會出現啱啱講嘅情況。鐵離子經常要呈現嘅就係淺綠色，鉻離子佢常呈現嘅係鮮綠色。高檔綠色都係由於含有鉻離子形成嘅。當含鉻過多嘅時候，翡翠嘅綠色又會變得過濃，變成深綠色，甚至乎黑色墨翠，價值反而又低過前者啦。由於含鉻同埋鐵嘅比例唔同，又會呈現唔同嘅綠色，價值自然亦都唔同。其他嘅顏色好似白色同埋冰種，佢係含有鈉鋁硅酸鹽，冇其他嘅致色系。紫羅蘭咧係萬離子致色，紅翡、黃翡就係鐵元素滲入唔成，歷經億萬年，再加上大自然元素嘅滲入，就形成咗我哋今日見到嘅多姿多彩嘅顏色。喺我睇嚟，珍貴嘅唔係玉石本身，而係佢慢慢形成嘅呢個歲月同埋時光。每一件翡翠都係獨一無二嘅。今日咧就分享到呢度，品翡翠之味，讀華夏文化，關注錢錢，買翡翠唔踩坑。